中华的八卦山有沙石业者申请要开发一个20公顷的土石资源场，今仔日进行环境影响说明书第一届审查会，环保团体甲当地民众烦恼讲，这开发落去会造成生态破坏，还有污染。伫个说明会现场，有布条表示反对。 民众有布条表达诉求，中华有沙石业者申请要伫花坛八卦山开发一个20公顷的土风资源场。7月2日举办环境影响说明书的第一届审查会，有不少在地民众到现场关心，表达意见。唔通来甲设计20几架来甲阮摕伫个水源头的时阵，迄个废水落去甲下啊，你一寡农产品啊，一寡这村民的要食这地下水拢无法度通生存。它的地点其实是在一个地质敏感区、山崩地滑区，而且也是我们的重要野鸟栖息地，然后甚至是石虎的重要栖息地，所以它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区块。环保团体表示，业者规划的土风场，预计10年的营运时间，要囤298万立方米的土，量非常的大，是到草树林开发，对自然生态甲环境的影响真大。面对开发的疑虑，业者回应，土风场是要做有效的资源利用，一切拢会合法进行。剩余土质方就是可再用，就是资源物质啦。不管你啥去囤土，还是去汰变成石头啊，去啥去卖。 哦，这种是一个再利用的行为嘛。中华县政府受理人民的申请案，有义务来申请，当然嘛要依据这个法令的规定的程序来办理。中华花坛3家段土风场的环境影响说明会，最后环评委员要求业者要针对废土再利用的处理、水土保持、石虎保育这影响，搁再补件说明。随后搁需要进行第2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审查。记者杨淑晴。中华报道。